在日常法医鉴定中，如果要判断一条锁沟是不是生前形成，法医会对死者颈部进行分层解剖。颈部分层解剖，看一看这个锁沟下面的肌肉，舌骨下肌群肌肉出血比较明显，皮下肌肉出血，一般情况下代表这条锁沟是生前形成，但要更加准确的判断，则需法医进一步检验。取下淋巴结进行病理学检查。淋巴结分布于人体全身。当人生前受到损伤，如果损伤部位的血管破裂，血液中的红细胞会经过淋巴管流入附近的淋巴结，导致其中的淋巴窦充满红细胞。因此，在显微镜下观察，如果淋巴结切片出现类似的小红点，这正是被放大的红细胞，就可以说明这条锁沟是生前形成。如果男性死者锁沟下的淋巴结切片也呈这种现象，再结合死后形成的颈部切面，则可以推断他是先被勒死，再遭斩首。显微镜让肉眼不可见的细胞清晰显现，而另一种设备可以达到更极致的效果。将金属蒸发成极细小的颗粒，喷射到干燥后的样本上，形成10到20纳米的金属膜，避免电子聚集造成干扰，成像更加清晰。在扫描电镜下，样本实际尺寸可以放大到10万倍，皮肤切口仿若山川沟壑，法医可以找出隐匿其中的中性粒细胞和纤维蛋白网。我们看到比较多的纤维蛋白原的聚集，白细胞的渗出，这种炎症反应，所以我们可以判定这个创口是生前的损伤。如果女性死者颈部切口也符合这种现象，说明她便是生前遭到斩首。